嗱，最近咧，我哋講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啦，咁啊佢哋互相嗰個空中大戰咁啊，當然相當精彩啦。咁但係亦都咧借住呢件事咧，你話有印度戰機咧就俾巴基斯坦擊落嘅時間咧，咁大家話巴基斯坦後面嘅師傅，即係我哋講中國解放軍咧，相信咧已經調教到巴基斯坦咧都擁有一個咧初步空中管制呢個能力。咁而呢件事當然咧會攞翻嚟，就喺現代空戰嘅啟示，就包括就係如果中國咧去對外作戰嘅時候，究竟佢哋個空軍而家嘅素養，佢哋嘅訓練去到邊一度？咁啊，當然大家最常見嘅衝突一係就喺南海，如果唔係就喺台海㗎啦。咁如果真係講到嚟台海呢邊咧，咁當然好多朋友關心就係台灣現時嘅空中戰力足唔足以咧去應付咧大陸解放軍呢邊咧？如果係空巢出擊，咁甚至乎已經唔係講緊單機嘅大戰啦，真係講緊一個體系上面嘅戰鬥。咁而家喺大陸，即係喺嗰個巴基斯坦今次個表演上面咧，似乎見到你話包括有預警機啊、空中管制啊等等嘅嘢咧，已經係漸趨成熟。咁啊，甚至乎咧，今次有咧呢個嘅陣風被擊落嘅事件啦。咁啊，當然擊落究竟係自己跌定係被咧擊落咧？呢個咧仍然有待商確。但係起碼我哋見到你話有霹靂15嘅殘骸出現啦，亦都證實咗霹靂15咧係出現過，亦都咧美國嘅官員證實咧。中國嘅機係真係試過打擊咗咧印度呢邊2架機，咁側面嘅消息證明咧，中國大陸現時喺個空戰上面咧就冇之前所想像咧咁不堪。咁究竟佢而家個戰鬥裡面咧可以出現到啲咩嘅變數咧？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齊咧做個分析啦。今日咧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咧立言咧喺呢一度嘅秋海棠文國嘅立言。喂，立言你好啊！Larry 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係啊，喂，我哋咧即係今日咧傾下偈咧，講下呢單嘢咧。其實嗱，你又有啲消息咧，有時你要聽到啦。咁我哋講到咧印巴今次咧，其實對你嚟講最難忘係啲乜嘢啊？即係例如話有啲乜嘢你見到係來自例如話巴基斯坦啦，或者印度啦咁樣，你覺得有啲咩係你出乎意料咁，而你亦覺得成件事係，但係又合情合理嘅喎咁樣。好多嘢都出乎意料。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資訊戰嘅問題啦。我哋頭先喺咪後都講過啦，即係有好多資訊係即係完全係超乎我哋想象。例如係話夏花係冇電戰系統啊，有一啲嘅消息來源，跟住亦都有一啲嘅消息來源係話曾經有125架戰機同一個空域入面度做呢個 dogfight，嗰啲簡直就係翻到去史詩式嘅二戰咁樣嘅規模咩？係啦，咁啊，即係大家如果即係稍有對呢個現代空戰係有認識嘅話，即係對大家都知啦，一個聯隊啊，都先係得即係幾廿架機出動晒一個聯隊已經好了不起啊！佢話120幾架機咁啊，真係即係難以忘懷啊，令人哋咁另一個嘅即係叫做話令到所有觀察軍情嘅人都非常之深刻嘅，當然就係嗰個預警機嘅運用啦。呢幾日其實台灣嘅媒體咧都喺度關注緊兩件事，最多人關注嘅當然就係呢個霹靂15飛彈係假設啦，我哋係佢真係擊落咗印度嘅戰機嘅話，係點樣嘅手法去擊落咧？因為理論上嚟講嘅話，好多嘅消息都話呢一個嘅巴基斯坦嘅殲十咧係冇啟動到雷達嘅。如果冇啟動雷達嘅情況，點樣可以發射飛彈擊落敵方戰機咧？唯一方法就係靠一啲更加長程嘅偵察系統，例如有消息就係話呢個紅旗9飛彈嘅即係防空飛彈嘅呢個地面嘅雷達啦，傳送資料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嘅預警機。咁而家巴基斯坦咧唯一剩翻嘅一款咧，就係呢個嘅新寶2000嘅預警機啦。喺呢種情況嘅，即係如果係屬實嘅話，咁即係證明巴基斯坦空軍嗰個嘅預警嘅能力，或者叫空中管制能力，甚至乎係一個叫做 A 射 B 導嘅能力，都係遠超我哋想象之外喎。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到底萬一呢個戰場出現係喺一個台海上空嘅話，會有一個點樣嘅即係反制措施咧？國軍喺電戰方面都有提及嘅，但係就即係講嘅人就唔算多啦。最主要就係呢一個嘅國防研究院嘅專家啦，蘇紫雲先生咧，佢又講到就話現役3款主要戰機入面咧，其實基本上係得呢一個即係幻影嗰個叫做妥善率咧，就麻麻地高。OK， 即係佢本身嗰個電戰能力都勁嘅，嗰個 MISC 嗰個電戰系統。
而且亦都係唔需要掛載呢一個嘅電戰甲倉咧，因為佢係內置入邊。咁啊 F16V 嘅話咧，就係呢個嘅新型嘅電戰甲倉啦。但係可惜 F16V 嗰個咧，目前嚟講咧係未到貨嘅，係啦，就即係假設有新機翻嚟服役咧，都未形成到個電戰嘅戰力。咁 IDF 更加唔使講 ，IDF 其實冇乜電戰功能嘅，因為嗰個嘅發電機啊，當初設計嗰陣時就俾美方限制咗，所以無論係點樣魔改佢咧，都冇可能形成得到同 F16同埋呢個 Mirage 2000即係匹比嘅電戰能力係冇可能噶啦，即係呢個唔使諗啦。咁所以呢個係電戰方面，另一個最多媒體講嘅當然就係呢個預警機嘅運用方面啦。咁啊，即係大家就再呼應翻就話，喂，最近呢個中華民國軍方有消息傳出就話向美國申購呢個最新型嘅預警機咧，就被否決喎咁樣，所以即係大家呢方面就更加之憂心忡忡啦。係啊，咁啊，當然我哋咧就逐樣嚟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講到咧中國大陸嗰個空戰嘅進步嗰部分啊。咁無論你認同定唔認同都好啦，即係你話今次咧，即係印巴裡面咧邊個傷啲，邊個冇咁傷咧？呢個咧就另外一個嘅主題啊，即係講戰損嗰部分。咁但係咧，純從空戰嚟講咧，巴基斯坦咧事實上個進步好大，即係以往佢哋係靠咧美國供應嘅 F16AB 啦，即係當然講緊1980年代咧，即係個比較舊嘅 F16，咁亦都冇咩更新啦，零件啊、武器啊等等嘅嘢咧，其實咧都已經咧令到呢個 F16咧長期處於一個半荒廢嘅狀態。咁但係當然咧，可能對軍方嚟講，以往佢哋對咧 AM120C 啊，咁佢哋可能去到 C5嘅級別咁啊，好舊啊。咁但係就佢哋對呢樣武器比較有信心，所以咧喺2019啊或者早啲嘅時間咧，其實佢哋當時嘅攻擊咧都係以 F16為主。咁但係你見咧最近咧，你2020年代之後就用咗殲10之後做主力啦。咁亦都有梟龍嘅更新版本，咁啊去到 Block 3，咁啊用到呢個 KLJ7呢個嘅我哋叫主動電子掃描雷達陣列，咁即係 ISA 雷達。咁啊之後咧都大有進步。咁但係我哋睇翻佢嘅師傅即係中國啦。咁啊，佢其實喺成個即係對台灣嘅戰鬥裏面咧，我哋見到佢哋嗰個防空圈咧，其實係一層一層咁去嘅，即係包括佢哋有自己國產嘅紅旗9、紅旗9A、紅旗9B 嘅系統啦。有幾多套咧？咁我哋就冇一個實質嘅資訊咧，就話喺度。咁但係東部戰區咧，似乎喺覆蓋台灣嘅空域裏面咧，有層層疊疊嘅防空系統喺度。咁啊，包括有 S300、S400、紅旗9、9A、9B 等等嘅嘢。咁所以咧呢一個部分咧，咁啊再加埋我哋講戰機啦，再加埋可能有無人機啦，再加埋咧有呢個嘅空中預管機啊等等嘅嘢去做嗰個層層疊疊嘅防衛啊、偵察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就呢度講翻啦。咁咧就立邊你點睇咧？就話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實台灣咧會唔會喺嗰個防空圈上面真係會比下去咧？咁我哋講到台灣其實個防空導彈其實個密度係世界第2嘅喎。咁但係會唔會導彈就多啦，但係個眼睛啊、耳朵啊，即係呢啲去做偵察或者去做嗰個鎖定啊、大腦指揮嗰部分反而太少，變咗呢一個即係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嘅空軍咧？有呢個嘅可能，最主要原因係譬如話你雷達好多時係一啲嘅，即係如果係非常之強力嘅雷達嘅話。咁啊，大家當然係即係知道一個落山大佛啦，即係喺即係台灣落山嗰度係有一個嘅叫做長程嘅雷達。咁啊，當然係話掃到好遠啦。咁但係呢一啲固定雷達陣地，你估坐標共產黨一定知道啦。開戰第一擊嘅時候，即係佢能夠捱得到就捱得到，捱唔到嘅話，咁就即係嗰百幾億就報廢咗啦，百幾億美金就咁，所以而家即係叫做話一切嘅，無論你係漢光演習又好，即係各種嘅兵棋推演都好，都係喺度講緊點樣去即係話修補當起有出現戰損嘅時候。咁當然啦，防空飛彈一個防空飛彈型就一定係搭配佢嘅搜索雷達，再加埋呢個嘅發射組㗎嘛。係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啲嘅營區啊，或者叫做可能部署嘅地點，都唔係一個叫做話非常之機密，能夠係完全唔俾人知嘅一個資訊。因為大概你要防衛嘅地方係啲乜嘢，你防衛嘅大概係咩營區，
咁你始終會有個範圍噶嘛，咁你嗰啲飛彈發射車同埋嗰個嘅飛彈發射嘅陣地同埋嗰個雷達搜索嘅陣地都會喺附近噶嘛，你唔會喺即係108000里遠噶嘛，所以嗰啲嘅地點都係容易俾人打擊嘅。於是乎，即係國軍近年點解要問呢一個嘅美軍去再增購，即係呢一個嘅無論係 F-Link 16嘅招鏈嘅更新啊，甚至係要真係佈建呢個 Link 22啦，真正咁同北約標準係接軌啦。最主要原因都係想希望就係話去到戰時，假設好不幸地所有嘅呢個情監偵系統都出咗問題嘅時候，我都仲有一條可靠嘅資料鏈可以喺盟國嗰度接收情報。OK， 咁而 F10唔係呢個 Link 16嘅升級咧，就係即係指三軍入面嗰個嘅即係情報就互相共享啦。起碼至少就係話，喂，如果假設好多嘅雷達都係被摧毀嘅時候，會唔會海上面4隻基隆級咁啊可以即係游弋，跟住然之後就透過佢哋嘅雷達，然之後就分享翻一啲嘅資訊俾即係島上面嘅官兵啊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始終就係出在，如果你空中嘅就呢個E2K 就已經係老化啦，甚至乎係去到一個叫受期即係逼近極限嘅情況。而你基隆級咧，亦都係一個叫做即係相當之老化嘅武器。喺呢個時候但係就得唔到替換咯，因為基於呢個即係前有拜登嘅政策，咁我哋之前都預測就係話啊，基於呢一個過往嘅歷史記錄，特朗普可能會喺佢第二任嘅任期入面咧，就出售一啲叫做真係比較新穎嘅武器在台咁樣樣，就俾中華民國國軍。但係而家個情況咧，似乎就係特朗普喺事實上面咧係行緊呢一個嘅拜登嘅舊嘅路，但係當然嘅原因就眾說紛紜啦。我喺華府而家聽得翻嚟咧，有一啲嘅消息咧就係話，其實特朗普唔係話唔賣，但係佢點解唔而家賣咧？主要原因係佢嘅戰略嘅重心，佢諗嘢嘅重心根本就唔係喺亞太呢一帶咯。咁啊，所以就而家佢嗰個做法咧，咁即係話就冇人知啦啊！即係佢嗰個做法，同埋就你話而家佢先搞咗可能歐洲啊、中東啊區域啊等等一啲情況咧，咁我諗呢度咧就大家都要再即係做多啲其他觀察啦咁樣。咁但係咧，當然我哋咧亦都講翻即係個台海嗰個情況咧。咁我哋頭先講到就係台灣嗰個空防嗰個壓力啊，好多嘅問題啊，咁啊當然有啲嘅硬件軟件啊嗰啲嘅整合啊，都相信會喺呢度啦咁樣。咁所以如果嚟緊咧，我哋見咧，即係台灣有冇啲咩嘅方法走出去咧？咁你話會唔會需要第一就去自己建構翻自己嗰個防空網絡裏面，即係包括點樣做個整合係最大啦，用現有嘅裝備。第二個就係都真係冇辦法喎，要外來喎。咁如果外來嘅話，咁大家成日講咧，美國當然係唔一定唯一嘅，但係最常我哋見到即係採購到嘅國家啦。咁有冇其他啲國家都可以 offer 到啲嘢咧？例如話法國就係即係另一個同台灣有一個軍售關係國家啦，或者係其他國家都可以借鑑到俾台灣去加強嗰個防空嘅戰力咧？我覺得今次如果武器方面，我相信即係國軍喺印度都有一定嘅呢個軍事外交嘅網路啦。會唔會之後可以同印度嗰度取下經，即係睇下印度會唔會肯釋出一啲關於當日嘅即係戰鬥嘅資訊出嚟，咁可以令到國軍叫做我分析得到。其實今次即係當然啦，戰爭就大家冇人想啦，但係話今次嘅戰爭入面咧，其實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可以窺探得到即係中共嘅呢一個戰鬥，佢係點樣做嘅咧？佢個模式會係點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雖然話巴基斯坦其實都即係過往歷史上面都係長期沉浸喺呢個美軍嘅教範，即係個教導下面噶嘛。咁啊，去到即係講緊係去到90年代，大家先係漸行漸遠，然之後去到呢一個嘅反恐戰爭，大家又即係叫面子上面走翻一齊啦，但係實質上就係各懷鬼胎啦。但係始終就係巴基斯坦都你可以話係佢係一個嘅美式嘅傳統，而即係中共嘅軍隊雖然係即係一路都我哋都叫做話佢係一個叫做脫胎自蘇聯體系，但係
即係自從喺1980年代以後啊，佢哋其實係好多嘢係學緊美軍嘅，所以佢哋係即係一半係美軍，一半係自己摸索出嚟嘅一條路。所以嗰個嘅情況係同巴基斯坦咧有啲異曲同工之妙。如果國軍嘅情報體系係可以喺印度嗰方面攞到相關嘅嘢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大嘅即係情報嘅正嘅嘢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就係呢樣嘢真係冇人知啦。但係我只不過就係話係提出一個叫做即係 idea 啊。因為中華民國空軍其實最重要嘅訓練唔係喺本土訓練啊嘛，係即係當然啦。如果你係非 IDF 咁冇計啦，咁啊真係全本土訓練啦。如果你係幻影2000嘅，你 Mirage 嘅，你就係去法國啦。如果係 F-16嘅，當然最主要就係 F-16啦，最大量嘅就係去呢個美國受訓。咁喺美國受訓嘅時候，有冇即係呢一個嘅大部隊嘅訓練咧？有，但空中管制訓練一定有啦，空中受加油嘅呢啲嘅訓練都有啦。但係嗰個嘅電子壓制嗰啲嘅戰術咧，我覺得係要睇美軍肯釋出喺個課程入面釋出幾多去俾中華民國嘅空軍啦。咁啊，因為你講到咧就空中壓制咧，咁當然佢會有埋嗰個武器相對應啊嘛。咁但係就台灣好有好在就佢而家多咗，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嗰啲高速反輻射飛彈啦。咁啊，即係以前叫視為一個攻擊性嘅武器，咁啊後來亦都即係攞得到啦。咁雖然個型號舊啲，咁但係都好過冇啊。咁同埋最緊要個開始啊嘛。咁啊，所以呢件事上面我估啦，即係美國佬咧都要慢慢咁樣擺多啲準備落去俾台灣，咁啊做個空中壓制，即係無論你係 SEAD 啊、DEAD 啊，咁佢兩邊軟殺硬殺咧。我估計咧硬殺嗰邊咧都俾武器你咧，咁啊應該個相關嘅戰術係會有放到落去嘅。不過你話嚟緊咧，即係我哋個 F-16V 嘅更新等等嘅嘢啦，咁啊究竟佢個電戰即係個功能去到邊一度？咁同埋而家台灣係咪要未雨綢繆去準備好啦？就係如果同中國大陸作戰咧，咁唔係淨係防佢咧我哋講可能係4代機或者係純係殲20嗰種嘅單機作戰嘅體系㗎啦嘛。咁我哋見到就係佢哋不停咁用啲咧 A 射 B 導嘅形式去即係衝擊台灣個防空圈。咁佢哋有大量嘅例如空警500啦，有大量嘅空警3000㗎啦，好快脆都相信。咁啊，再加上咧佢哋有唔同嘅電戰嘅機嘅類型，咁啊慢慢由運8、運9個殼嗰度做出嚟啦。咁啊，再加上殲20應該今年都會突破200大關㗎啦。咁啊，直向咧300大關咁去。咁到時會唔會有一個咧好恐怖嘅現象，就係殲20不停咁樣喺對面咧不停咁射飛彈過嚟攻擊呢邊嘅空域等等嘅嘢咧？咁啊，當然呢一度咧就有好大嘅討論空間嘅。咁所以如果各位網友咧都想即係再詳細知道多少少咗，包括真係出動到唔同嘅戰機 involve 到好多嘅預警機，咁點樣打啊成嘅嘢，如果大家都有興趣想知咧，可以喺下面留言講俾我哋聽啦。例如話你打個+1俾我哋，咁可能我同立言我哋之後就喺嗰個台灣嗰個空域大戰上面，真係要點樣去處理呢啲狀況咧？咁我哋咧就再做多一集咧，同大家咧詳細報導嚇。